各位真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香港第10号举行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头一场区议会选举。根据香港选委会的资料，有294万选民出来投票，总投票率71.2%，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泛民主派伫咧452个位内底，摕到过半，摕超过351席，毋那敢若赢是大赢。 开票箱开始计票，反送中运动发生5个月以来，香港人第一遍用选票表态。香港2时办区议会投票，受到反送中抗争的影响，一早起投票所就排甲落长。有香港媒体讲，袂输敢若林王英。很多，比以前多很多，以前都不用排队的。是。今年几岁？20。公民的责任嘛，就投票的話就可以幫自己發聲，所以就來投票啦。我希望呢一種安穩同埋平靜，唔係淨係為咗今日呢一場嘅區議會嘅選舉嘅投票，而係展示大家都唔希望香港再陷於一個咁混亂嘅局面，希望能夠走出呢個困局，等我哋可以重新出發。照香港選委會資料。2時10點半投票結束了，有294萬選民投票，投票率71.2%，比頂一屆2015年嘅區議會選舉投票率提高24%，投票人數加到150萬，是最近5屆區議會選舉上懸的。其中香港民陣嘅趙志霖、陳子傑以3283票贏對手吳靄瀚嘅2443票。而呢一場嘅運動裏邊勝出嘅係因為呢一個運動嘅大氣候。 令到呢一次嘅投票變成一個全民嘅公投，所以今次係香港人嘅勝利，而唔係我嘅勝利。陳子傑講，選舉結果反映民意，要求港府回應5大訴求，要求港警解除封鎖理工大學。另外一位互人注意嘅是，不互人協調，加元朗攻擊民眾嘅被殺人壓制為建制派何君堯，符合對手羅俊武。我哋落翠區嘅街坊對於 何君堯本身嘅政治取向同埋佢嘅人品、佢嘅行為一個清晰嘅否定。何君堯對面社講，選舉越上，結果也越上，也感謝反對伊嘅民眾排山倒海來恭喜伊落選。這場選舉也互外界看作是香港人對反送中運動嘅公投。 支持反送中運動嘅泛民主派，第452個應選席位摕到過半，是唔是挺反送中？香港人已經用選票講出家己嘅立場。記者綜合報道。香港投票的結果即馬出來呀，泛民主派大贏，嘛互外界看做是香港人對反送中的表態，對中國的表態。今日拜一，香港是恢復正常上班上課，香港的氣氛即馬是安怎？咱即馬要連線，互人佇咧記者的香港佇咧台記台特派記者陳淑君，淑君。 是主播，即马是香港的上班時間哦。為今仔多啲香港人，咱攏會使看到因的表情，攏加較輕鬆。經過昨15點鐘的選舉哦，佇400多萬登記選民內底有294萬徛出來，超過70%的投票率哦。即馬目前開票的結果，民主派議員佇452個席處裡面已經佔超過300個，會使講是贏甲非常的水。建制派是輸甲稀咧咧，真濟建制派的議員哦，嘛攏怪講是政府施政互民眾無滿意，才會造成 安尼效果，其實香港區議會選舉算是一個地方型的小選舉，也毋過因希望會使佇2022年的特首選舉來發揮影響力。咱知影，香港特首選舉是一個組成1200個人的委員會，即馬民主派應該使摕到其中的117票，伊希望會使選出一個，因認為會使來守護香港的特首哦。這幾天真濟香港人攏講哦，是反送中運動佇香港這半年來，香港社會上平靜、上和平的幾天。 也毋過，這種嘅和平平靜到底會使維持偌久咧？昨香港人用因手中嘅這張選票，甲北京政府講，因對現在香港社會不滿，伊嘛用因手中嘅選票，甲北京政府講，香港人對自由民主嘅追求絕對袂遐爾簡單就放棄。以上是公視第一台記者陳淑君、趙樂水佇香港嘅採訪報道。
咱感谢苏军伫咧香港为咱带来上新的现场。后续这场选举，香港政府要安怎回应？中国政府要安怎回应？请乡亲锁定公视台记台4则新闻，继续关心香港反送中已经小半冬啊，嘛，好愈来愈侪香港人开始关心政治，关心伊的社会。其实伫香港，嘛有差不多2万个咱台湾人，即伫香港的台湾人是安怎看这场选举？咱来听看卖。高中毕业了，就到香港读大学的贾先生，大学毕业了，留伫香港的金融业工作，在香港9年外，取得永久居民证了。今年伊嘛登记成为选民，一早就到投票所，要投伊伫香港的头一票。新鲜做刺激的，因为头一遍我伫香港嘛几多年啊，都有小可感情啊，所以讲会使做一份这个公民义务。另外一位来自台湾高雄伫香港教10多年册的苏老师，虽然有登记选民的资格，也毋过伊并无认为香港的选举制度会使来充分表达民意。我去投票呢，没有达到很大的效果，因为毕竟不是我个人投的票，我是投给选票的代表人，还不是真正能达到我自己的想法。经过1半年外香港反送中运动，香港政府的表现，还有香港人的改变，因看甲感受真深。之前拢同学之间做出名，第讲不关我的事。不过我看到香港人愈来愈感觉关心政治啊、社会啊，这项代志修愈来愈重要。人心惶惶，因为这个政府是没有能力的，他没有办法处理现在目前的状况，很强制的压迫年轻人，所以我看的事实上是很难过的。虽然现在香港社会气氛真不安、真紧张，也毋过贾先生跟苏老师暂时拢无离开的想法。也毋过对在地香港人来讲，反送中运动真歹收煞，因手中的这票袂使无投。面对未来，因是真无力又个无奈。过去数个月的感觉是很重、很无力的，但是。真正是不停去想有什么能做，那也就去做了。公司记者陈淑君、张玉水，香港采访报道。在镜头转过来，咱来甲乡亲做伙现报纸，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Costco 好市多好事多，乌色购物节今日开始，而且今年的促销延长到7天，有1礼拜长。咱台湾是全世界时间有上长的，业者讲分店拢已经穿好势啊，卖提早开门做生意。另外周边卖做交通管制。来看《联合报》，有一个提到咱台湾身份证的越南女子洪检基讲，伊伫咧网络直播卖仿啊、卖假货。警方讲，即马真侪新住民拢会用武器伫咧网络卖物件。嘛烦恼讲新住民会互骗去，更较烦恼会真做掠假货的空胖。来关心自由时报，来看这根据统计，全台22个县市1月份到10月份发违法的民俗饭店，金额有8516万。以台南甲台北划上界多，主要的观光县市，亲像是宜兰啊、花莲，却拢吊车尾，即马就互批评讲甲违法当作无看的。拼字控的选战，总统蔡英文昨一路按新北出发，经过彰化、南投，最后是到嘉义。望讲会当发挥家母带家囝的效果来抢选票。结果站伫咧嘉义做事时，有一个国道收费员伊冲出来抗议，不过随后警方掠走。总统蔡英文礼拜暗到嘉义水上乡替立委蔡英文做事。蔡英文希望乡亲集中选票，也讲中国一定会介入台湾的选举，强调民主袂当被谣言破坏，也袂当用假消息伤害台湾。咱的对手还是中国，一定会介入咱这届的选举。不要相信谣言，不要相信假消息。场内支持者真热情，因过现场也来了一位国道收费员自治会会长，伫现场发害我工作权表达诉求，要互警方查找。这个我们已经如影随形他好几场了，那我们希望他可以把他的问题解决掉。好，那4年前他说他不会对我们的案子视而不见。蔡英文礼拜日早起就自新北市永高出发，替政府连任的立委苏家慧徛台，早起到彰化、南投，最后到嘉义。另外，叶副手前行政长赖清德也4月补选有待立委的声势，因为蔡英文提出提关0岁到6岁育儿津贴政策，互人批评是夜红包，这种心虚才会加码。不过蔡英文强调这是扩大国家照顾政策。我们
把照顾0到6岁的小孩的预算从200多亿扩充到现在的600多亿那将来呢，我们也会依我们国家的财政的能力持续的扩大。选战已经开始倒算，蔡英文积极抢攻中部的票仓，也提出有利政绩的牛肉，讲4年的施政成绩单挡会掉人民的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昏，伊是做高雄市长满1冬的日子，伊伫半暝半，伊伫咧面册顶头写讲，伊毋捌人讲，伊无落跑，伊选总统是要实现，甲高雄变做全台湾上好嘅目标。另外昨暗伊嘛伫咧家己造势，而且甲总统蔡英文差无1公里。韩国瑜是呛声讲，伊无请游览车，乡亲拢家己到位的，伊嘛批评民进党选举，只好抹黑甲野钱。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24暗伫咧嘉义水上乡，甲立委王启礼联合造势。韩国瑜批评民进党执政3年多无政绩，要选举啊就抹黑野钱，交不出成绩单，只好政策买票，然后收买媒体。全台湾90%的媒体跟网络全部被民进党执政党控制。昨也是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满1年，伊伫 FB 发文感谢高雄市民89万票的支持。伊也讲，伊毋是落跑市长，是为了要实现甲市民的君子之约，只徛伫咧捍卫中华民国的上前线，去做到打造高雄全台首富。另外，伊也去南投替立委柯淑华徛台，对澳洲传出王立强强调案，讲伊收中国的资金。韩国瑜希望相关单位赶紧调查。这个事情遇到了国家的司法单位，特别是包括调查局、国安局局长。明天是星期一，立刻要专案、快速而且立案调查。韩国瑜除了以退选做担保，要求相关单位赶紧调查，也反口说讲，乌韩产业链愈来愈旺，怎么一个国外资金变做跨国企业，也批评对手蔡总统讲相关单位拢无掌握。希望伊卖滥用国家资源，爱拍一场高品质的选战，好后代子孙加全世界民主国家拢肯定台湾。记者综合报道。那第三势力嘛是继续利用小困境在拼选战，针对韩国瑜互人讲有收中国资金这件代志，郭文哲是讲该野的拢也袂野，未来也有搁较济。那郭台铭是呼吁国民党甲民进党两党拢爱启动调查。早起陪立委参选人扫街，下到高岛3工徛台，两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2天假日拢到高雄，全力替党提名的配合立委参选人冲刺选情。讲到澳洲强谍案，郭文哲也了真歹找到中共出钱，予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证据，也毋过媒体收钱内容会慢慢的浮现。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直接拨预算给你啊，通常都会经过洗钱专案，该爆料的都还没爆料。比方说哪些媒体在香港收人家多少补助啊？那些，其实有些东西我们事前都知道。郭文哲讲较真确定，表示家己早就听过。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仔日陪郭家军立委参选人扫街，也表示，伊伫党内初选的时期，就接起有媒体想要操控选举。即马总统参选人被指控，那执政党国民党也应该启动调查。投诚吧，或者是一个，这是国安级的问题。我讲，因为没有拿到证据之前，我们谁都不能够妄加预测。间谍案出来以后，我觉得我们更要慎重来考虑要选哪一位候选人。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吴兄是头一摆投入竞选行程，到新北市参拜郭台铭的发迹庙，因为吴兄甲郭台铭拢是警察警儿，也毋过对强谍案，吴兄认为总统参选人袂出卖台湾。我相信台湾没有任何一组的候选人会去出卖台湾。所以，请大家不要被撕裂情感，就是大家自由民主是我们共同的 DNA。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无行程，也毋过党部表示，宋楚瑜正无用咧处理内阁名单，希望会当伫选前赶紧提出，互外界知影未来是一个团队来做总统。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阁增强，阁要变天啊！伫咧北部、东北部会落雨，变较凉冷。来看上新的温度。
今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咧咱北部、东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北部山区规天落雨的机会拢有较悬，嘛可能会落大雨。北部伫日时高温只有21度到23度，其他的所在是25度到29度，南北的温差有较大。另外，这波东北季风会甲中国的垃圾空气吹入来，今日透早开始，伫咧北部空气就变歹啊，下晡连中南部的空气拢无好，所以乡亲若有要出门，爱挂喙罨。咱来看滨高道保安全，安尼哪会遮恐怖？一台落南的自强号伫咧经过台中一位滨高道的时，弄到一台轿车，45岁姓林的驾驶好佳在平安活落来。第一时间，大家拢在回，拢讲是这个驾驶赶时间去抢过滨高道，啊，毋过落尾看监视器才知影讲是电线有问题，炸火车的棍仔提早夹起来害的。行车记录器翕到这个姓林的查某人意外过程，当时伊准备通过这个铁桥路口，竟是顶熄去啊！违章随升起来，却是互一台南下的自强号火车给弄落去，车被弄甲亲像废铁啊同款。人送病院了后，加在庙补条咧。杨国大生却是互人认为是要抢过红灯，后来代替证实是这俩灯器故障。这两条的电缆它老化之后，它就会造成说它的电压不正常，时好时坏。它电压就送到别条线去，然后结果就造成那个平交道的那个折断机就生气。工程人员提出检修的相片，一捆的电线内底控制抓断机，经报机的电线第一、第二沿的绝缘不良，造成铁桥路口设备作用无正常。代志发生在日暗时9点外，伊开车经过丁字巷铁桥路口时，互一台代替149次南下自强号列车甲弄落去。杨国拄开始时，代替讲这个意外是伊开车时阵要抢过这红灯，互伊实在是无法度接受。事实不是这样啊，对啊。然后他竟然这样子打，然后一些酸民网络的那些都一直批评我骂我。事故当时出来的时候那这个他说那个的驾驶者抢快这个不是我们台铁局去发布的。这查某人做义消小队长，迄天是甲人食饭完了后，准备要返去厝的。对行车记录器画面看来，伊通过当时确实灯号熄去，违章也升起来。也网友公布画面，讲代替这遮断器故障，毋是头一摆。而重新转来到现场，民众讲，这个铁桥路口的遮断器定定的故障，互开车的人经过，大家拢感觉心惊惊。会犹豫一下，会放慢速度，自己再确认一次，因为这种事情真的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他们已经修1个2个礼拜了，1-2个礼拜都还没修好。代替讲，电线可能因为老旧，也是互日头拍甲故障。除了对开车的人的负起赔偿，针对延误的21列次列车5900名旅客也赔偿，也是退换票。只有铁桥路口，就是每个月拢会进行检修，也要伫2个月内完成所有铁桥路口的检修。不过在完成进前，开车的人通过时阵，也是家己爱较细腻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最恐怖的，这是家己一打夜市的火高达，人客食到一半的时阵，驾驶讲的接头煞熊落去，这驾驶走出来就喺倒火，人客要走跋倒受伤，我要惊死。消防队赶到嘉义市这个夜市要来检查一间卖小火锅的店内，的这个驾驶炉也有驾驶讲，因为人客来食小火锅，结果驾驶捞出来，倒来卡煞烧起来。这个螺丝嘛，系啊，这防脱落的啊。对啦，伊螺丝就是从这边稍微有一点脱落了，对啊。脱落对啦，那你脱落的话，这个是跑瓦斯。大约是1桶瓦斯连接大概数个炉具，那现场这个疑似这个瓦斯管线有稍微脱落的情形。也正承认可能驾驶讲无遮好，造成驾驶小可流出来，事后已经换这个管线甲驾驶炉。消防队也宣导正确接管方式。加在无去烧到人客裤甲裙，不过其中一个人惊到走的时阵，煞跋倒受伤。我是稍微烫到而已啦，我老婆是要跑的时候就跌倒受伤，那长裙没有烧起来是还好。人客事后认为讲，业者一趟驾驶分装真侪座驾驶炉，家己装的就营业，其实暗装违纪。消防另外也讲，上好是卖互人客使用免费。有时候瓦斯管会锈死，或者是它旧了以后，或者是老鼠会咬断那这造成非常大的那个危险性。
有业者讲，伫人客面前使用假水也是酒精过量真危险，早就应该汰换。不过消防人员也坦白讲，消防法规规定，串接80公斤以上假水桶，才需要安全装置这相关的规范。夜市的大头若是无超量，这种法规无度管遮多，或者是改罚。若是要全面立管，就要搁再来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道1号往北实支系统昨昏下晡发生车祸，一台黑色的轿车家己驶去弄安全岛，司机落车后，却汹汹落入去16公尺悬，全绊伫咧下骹的公园，全过往。专案即马警方正在调查。特斯拉轿车家己弄到分隔岛了后，弹向正边，结果甲护栏弄凹落去，车身被开到变形，车顶拢被卸掉。看到人讲，看到司机互人协助了后落车，无想到尾仔落落去护栏下边的原住民公园，当场来死亡。车子是停在右边的，另外这边是让一台车可以过，人家把它拖出来是在旁边休息，为什么他要硬爬到用爬的哦，硬爬到这一边，然后从这个跳下来，然后可是他跳之前有拿个电话，可能有通一通电话，那个就不知道了。国道警察局管控现场，车顶有一男一女，拢被送往内湖3总加载，伤势不要紧。警方初步调查，死亡的是开车的姓华的23岁查甫人，2名乘客内底，其中一人是4里的营业员，另外一名女性是这个开车的查甫人的朋友。当时这个车辆是由内湖的特斯拉出发来进行车辆的试开，无想到会发生这个不幸的意外。客人去试车，那衔接戏子系统的时候往北的时候。他要往那个国山的时候，那个因为驾驶人操作撞到那个分隔岛以后，再撞到国3号南下的外侧那个路肩，我们在查是他为什么会掉到那个地面。警方讲，这姓华的查甫人大约对16公尺悬的所在落来，会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这事故一度造成十字系统北上接国3的10道封闭，伫下晡3点08分排除事故，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法国家庭暴力严重。伫咧拜六礼拜，法国有30场要求停止家庭暴力甲杀害妇人人的游行。伫首都巴黎游行的规模上界大，有5万人参加。终结家庭暴力甲杀害妇女罪行的游行队伍，23举着旧式的标语牌，也佫有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相片，对歌剧院头前的马路出发，行向国家广场。法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每年有22万名妇女活伫婚姻暴力中。去年有121名女子互翁婿、男朋友也是前任的男朋友来杀害，平均2-3天就一名受害人出现，比例是欧洲国家内底上悬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警方对着家庭暴力案件一向无重视。今年真侪死亡的受害人在死前拢北向警方求助。总统马克宏捌伫公开场合讲，家庭暴力问题是法国国家的体力。司法部长最近也承认，政府在保护妇女的工作做得不够。J'ai été poignardée par mon ex-mari. Quand on se retrouve seul, c'est très dur parce qu'on n'a pas d'aide. On est mère au foyer, on est mère seule, on n'a pas d'aide, enfin ou alors très très peu. Et c'est très dur de vivre, c'est très très dur de subvenir aux besoins de nos enfants. Et il faut que l'État bouge pour qu'on puisse être aidé. Enfin, je veux dire. 这场在全国30个地点同步举行的旧式大游行，由将近70个组织、政党、工会甲协会共同发起，号称是法国史上反对性别暴力上大规模的街头示威。在1月25日，联合国制定的国际消除对妇女施加暴力的日子，马克宏政府会在这天公布40项新措施来达成这个目标。亲像是扣押家庭暴力犯的武器，以及要甲培训警察来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列做优先的项目。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即马人伫咧日本访问，伊嘛伫咧第2届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地点，呼吁全世界爱放弃核武。教宗方济各24日起到长崎市原子弹爆炸的心地公园，在和平纪念碑头前献花，并且为受难者默哀祈祷。方济各并且在现场发表演说，呼吁各国领袖放弃核武，甲冷战时期互相威胁的高调主义。Es necesario considerar el impacto catastrófico de un uso desde el punto de vista humanitario y ambiental, renunciando al fortalecimiento de un clima de miedo, desconfianza y hostilidad, impulsado por doctrinas nucleares.
黄志国讲，和平甲安定是世人上毋望的代志之一。不过，拥有核武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无法达成这个愿望。那安尼，反倒当予世人一直受到考验。今年是头一批到亚洲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沙勿略到日本传教470周年纪念。到宗教丰神秀吉时代，日本26圣人圣教地纪念公园致敬。天主教在1549年传入日本这个以神道教佛教为主的国家，被统治者当作邪术异教来对待。过去250年被禁止的时阵，长期一直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秘密基地。38年前のヨハネ・パウロ2世の時も青森県ってずっと北ですけど、から東京の会場まで行って。高中下晡在当地棒球场主持露天弥撒，吸引3万名信徒参加。23下晡，高中对泰国飞往日本的中途，依照惯例向经过国家发出电文来致意。中华民国台湾也是其中之一。高中在电文中向台湾领导人甲人民来问好，并且保证为所有台湾人民祈祷，毋望奉行和平祝福来临。台湾当局也透过航管单位回复电文，祝福高中访问日本保龄顺利。记者综合报道。电动厨房即马伫咧新加坡正时行，不过最近有几啊场火灾甲死亡的车祸，拢讲是电动厨房害的。所以新加坡的政府即马打算要定法令，禁止电动厨房出去的人行道。伫新加坡的路下，定定看到人骑电动锅棒驶来弄去，移动成员阁省力。上正上班带电动锅棒伫咧4月出现，是市民上班加外送完送餐的正好的工具。With bus and train public transport, this 3.5 to 4 kilometer journey takes me about 40 minutes to 1 hour. But on e-scooter, it's 20 to 25 any day. 不过连续发生几多件火灾，已经被证实是甲电动锅棒的充电有关系。过今年到一件电动锅棒车祸，拢是一个骑脚踏车的四大人，所以市民真受气。Sometimes it really scared me when you're walking and without noting, because this is quite silent. It's running by electrical, so it will just zoom past by you. Give me a shock. 所以新加坡政府伫11月初时宣布禁止电动锅棒骑去咧人行道。国家之前，新加坡已经禁止电动锅棒伫咧车路顶行，所以即马电动锅棒只敢人伫咧脚踏车道行。初期是以宣导为主，自明年开始，违规的人将会面临罚款，甚至是上悬3个月的监禁。I think they are a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way to get around, but I can understand how they can be a hazard as well, considering how sometimes people just zoom around. But I feel sometimes it's also the responsibility of pedestrians to look around and be aware. 事务外送员吴先生对新的法规感觉真困扰，因为伊是单亲爸爸，要一个人照顾后生，那改骑脚踏车送餐较吃力。Maybe the government could help us with the delivery rider, or maybe the Grab company will issue us like we have a pass or there's a license for us to ride e-scooter around, rather than youngsters who ride it around and play it around. 伫咧过去，专家学者有建议，会当用可教教的方式规范电动锅棒。不过，新加坡政府是经伫咧大部分的路段强烈禁止，可能会阻止电动锅棒文化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那当网络直播嘛是正死行，英国的警方即马就要甲民测合作，提供反恐怖演习的影片，替民测来建立更较准的判断，互人工智慧斗相共，甲暴力的影片摕掉。蒙面歹徒夜情扫射，这是伦敦警察厅所属的反恐司令部普通时演习的情形。并请黄家的教官，除了随时制造新的环境，也做做记录，和事后做检讨。即马这种演习加一项新的任务，就是透过警察带伫咧身躯顶的小型摄影机，将规个演习过程拢翕落来。By sharing that with Facebook,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build algorithms to identify this type of material when it's loaded onto the internet very quickly and prevent that being shared further. 包括 FB、Google 等社群网络业者，俱乐部和外界要求要赶紧将暴力、色情、受婚相关的内容赶紧下架。业者拢依靠演算法这种人工智慧做相关内容的搜寻加锁定。
今年3月15日，纽西兰基督城团做清真寺有歹徒夜情扫射，造成51死49伤的惨剧。犯案的枪手一面开枪，一面伫咧 FB 直播杀人的过程，引起全世界注意。FB 也互人骂甲臭头。The distress caused to victims and relatives of victims, knowing that this footage is being shared, and therefore a lot more focus after the Christchurch attack. 所以英国就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直接甲网络业者合作的对口单位，协助业者处理下午不当内容的影片。除了互社群网站会当及时甲影片下架，执法单位也当借助更加快速知影相关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派出有够的警力压制歹徒。英国媒体报道讲，毋但是由伦敦警察厅甲 FB 公司合作，这款影片也由成为顶级单位的英国内政部收集，并且分享给其他的科技业者，借助来研发演算法或者是类似的人工智慧科技，以集体力量防止犯罪内容扩散。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内生活消息，咱来关心。根据统计，最近这4冬，逐年拢有2万人搬出台北市。今年到10月份为止，咱台北市已经减25000人，这是18年来减上济。因为台北市的厝较贵，加上即马新北、桃园节温拢真利便，拢是因要徙走的原因。北市厝价真悬，落袂落来，人口也跟咧继续流失。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台北2015年开始出现人口外移潮，当时的净移出大约9300多人。2016年起连续3年净移出将近2万人，今年1到10月净移出更加是挖近25000人，是18年来新高。从2015年到现在，它其实整体房价整个回涨的幅度其实大概只有5%左右，所以它整个房价它还是相对于其他的所谓的，譬如说桃园、新竹、台中、台南这些都会区，相比的话，它还是高出了大概1到3倍以上的幅度。办公研究机构表示，北市这几年的厝价虽然有回档，也毋过幅度真细。目前北市主体每平的平均价位大约落伫62万，比起新北、桃园、北少地区每平20-30万起跳。这份路网阁一直扩大，拢是互袂少民众徙出北市的原因。另外，根据财政部税收资料统计，2018年全国806万户土地持有者中，77%的年纪是落伫45岁以上。若讲为地区来看，台北市有6成以上的土地集中伫55岁以上的长者，桃园上少年以45到64岁族群为主，35岁到44岁有2成。现在的房地产价格都很高嘛，年轻人都买不起。那时候相对早期的房子都是相对合理的，所以大部分的现在持有人都是高龄的年纪大人，显示我们应该要让这个世代居住不正义这件事情要更努力去改善。学者认为，伫民众平均寿命增加，厝价短期佫较袂落来，如何透过政策互土地资产流动，解决居住正义，拢是政府应该长远规划思考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有50外个两骨筋膜萎缩症的朋友做伙开记者会，因是表达讲对一寡治疗药物的需求，望咱政府会当赶紧讨论，把这药啊纳入健保给付，减轻这家庭的负担。牵着妈妈的手，一步一步向前行，伊是得着连骨性肌肉萎缩症的碧林。出生无满1个月就互确认得着这种病，因为得着这种病内底上较严重的一型。医师斗3间申请使用免费治疗药物，到即阵已经治疗这边2年，而且每一个礼拜都明显进步，互妈妈是真安慰。5个月的时候，我儿子发病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是严重型，可以免费申请到这个药。可以让他好好的治疗到他现在这样子，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厂商有说过，他只提供到2岁。不过，唔是每一位朋友拢亲像碧林这样好运，会使接受免费治疗，因为全球头一个，而且唯一会使治疗这种病的药物，在2016年12月上市了后，已经在全球39个国家地区得到给付。不过，台湾食药署却是医院通过这个药啊，到即阵只要过1年啊，却是摕伫健保署遮，所以早起50外位来自各县市的朋友共同出面呼吁政府，用真紧办理12个健保药物给付的会议，互朋友会使真紧用这种药啊来改善病况。我跟健保署通过几次电话，每次得到的回复都是还在跟药厂讨论议价。那这个回答我们已经听了快要1年的时间了。
厂商如果有提出一些方案，我们应该就会尽可能的把它排入。那至于说排入以后，如果他们提出来的方案还是很贵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很确定这样子在讨论的时候，委员的想法会是怎么样。健保署讲，这个药今年1月摕到药证了后，已经在1月到6月召开药品专家咨询会议，也甲厂商进行做摆协商。若是协商顺利，会在今年12月份的药品共同议定会议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囡仔人若爱食甜，佮无爱洗喙，就较到皱起。囡仔皱起真晦气，因为真侪囡仔惊看齿科，即马着医生管用麻醉射，趁囡仔困去的时才来治疗。虽然讲安尼治疗较方便，啊，毋过嘛有风险。囡仔倒伫齿科的椅仔顶面要来看喙齿，伊有饮食愈来愈精致，袂少囡仔是含着维林水啊咧困，造成皱起的年龄是愈来愈细汉。也毋过袂少囡仔无到配合治疗，除了会哭，甚至会伸手来抢这个器材。因为我们的工具是快速转动切削的工具，那也曾经有伤过孩子的舌头或是舌底哈，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不希望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就算是治局部的麻药，囡仔也是可能真惊。所以讲有医疗元素甲过去用伫适龄适地的私民治疗，运用在需要进行复杂的看喙齿的疗程的囡仔身上。啉下这个麻醉药了后，依照体型精密计算，可以继续持续性来治麻醉药啊。也不过因为麻醉对着人体也受风险，所以讲用呼吸监测的机器，可以高顺度的散速，避免与麻醉产生喘气的困难。严重的一个系统性的疾病，还有一些上呼吸道结构的异常，因为麻醉药物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呼吸，所以说这些有颅炎异常构造的一个病人在进行麻醉的时候，如果呼吸功能又在被麻醉药抑制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有缺氧的风险，相较于一般健康的孩子。医师提醒，这种治疗是自费项目。若需要进行儿童的齿科私民治疗，也是要先由医师来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即马已经寒人啊，因为温差较大，伫咧南投鹿谷的大仑山的公孙树，这个银杏变甲足水的，黄艳艳，有的是白苍苍，顶顶塌塌，咱做伙来看。苍的沙布种了袂少的银杏，交叉分布伫山头，有的呈现金黄，有的呈现黄绿色，也有几啊丛树叶啊，虽然烂了了，也毋过也是呈现真水的树形，看起来就像点伫北欧风景。大仑山这里看到我们的银杏叶逐渐长黄，非常漂亮。那我们的茶园也这个错落有致。现在来是有一半的白色的树木搭配一些一半的金黄色的落叶，这样搭起来形成了很大的色差。行伫银杏步道，有时阵眼前是金黄色调，随后转为大白色，搭配青冷冷的山景，面上讲足水的。这是南投鹿谷大仑山的银杏造林区，伊用一个日出了后，银杏就会转为金黄色，雨山头呈现金色。也毋过热天雨水多，9月是真久无落雨，这款的无正常气候才会出现黄白交叉的冬天景色。9月到现在11月份完全都没有下到一滴雨所以它落叶的速度相当的快那会形成说，因为很冷，那叶子比较黄又有落叶的那个银杏树就有跟白跟黄的这种搭配当地人指出，银杏对于气候非常的敏感，因为近日东北季风加上日夜温差大，影响银杏的生理时钟以落叶表现自我保护机制。预计接落来还有一波天气转变，12月初，大仑山的银杏造林区9成以上会完全叶落了，搁较有冬天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少年人出国打拼，庄仔头农村就只剩老伙啊，时代一个人大，即马比例愈来愈悬。屏东的家长农会结合志工，推设出幸福农村的计划，招老大人做伙出门，做伙食，做伙学，互相交流嘛，互相做伴。现代社会因为农村的人口老化，于是愈来愈侪老大人拢是家己留伫庄脚伫生活。为着让这寡老大人通出来行行咧，联络感情，屏东的嘉东乡农会特别推动幸福农村计划。现在在提倡环保，那也因为那蝶谷巴特上面有一些花卉的采样，我们也针对美观艺术欣赏，然后同时达到手眼协调。农会家政班的志工筹备各种的课程和活动，招社区的士大人同齐来参加。
佮用在地文化做主题设计课程，互老大人毋但会使出来行打，嘛通培养艺术感。让我们有以后呢要出去的时候，这个环保袋可以装东西。我请老师来，我们每一个学员都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对身体很健康，很好。学到什么？学到很多东西，每个礼拜都做不一样的那个东西。家政班佫会用地方的特色和文化来煮食，毋但展现志工的好手艺，是大人嘛会使和因同齐食饭，互相交流，互大家关系佫较密。我们也针对了我们客家文化的料理去做一些传承的交流，那也邀请了当地的志工来作为烹饪料理的技巧的一些互相的帮忙。透过推动幸福农村计划，互地方的农会通发挥愈侪价值，嘛互偏僻的农村增加更较侪幸福感。记者综合报道。去大卖场买物件，对一般的人来讲是真简单的代志，也毋过对失地的时段来讲是不止艰难的挑战。伫中华永安病院，因就甲基金会合作，安排失地的长辈时段去踅大卖场，心息、趣味，嘛会使兼做福建。爸啊、妈厝赶菜篮，佮塞一只车，按照清单的指示，斟足地姜饼、控泉水、汤啊、米种物件。这时代因为得到失地的镜头，真久无去到店头高官，当有通踅大卖场，大家拢欢头喜面。他很高兴，说很久没有来逛了，嘿。有欢喜不？有高兴哦。很高兴。高兴哦，怎么高兴？有想要买什么吗？今天你要买什么？你要买什么？买好吃的东西。这是中华永安医生馆甲大卖场合作办的活动，邀请41个会社平均册有78岁的长辈踅大卖场，时代就照指令伫时间内底甲物件拣好好势，摕去结束，才算完成任务。希望可安尼活动，互长辈振动头壳，甲生活的自信找到回来。最主要都是能够出来，不要在家里，能够出来，能够跟这个社会互动，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这样能够延缓一个失能失智。有那个什么步标，如果说长辈忘了带这个载具的时候，你步标一扫下来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可以去看到我们的失智长辈他的现在在哪里。活动毋但互老大人有通出来行行咧，振动身躯，加上嘛会当伫现场申请一款合作守护 BB 扣的机台，机台有架 QR code， 若阵长辈行毋知路，时势会当靠守护 BB 扣知影时代的兴风，顾全老大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囡仔人若是看放假拍电动，一般通常拢会互家长、互士大骂。啊，过伫咧云林北港的北丁国小，即马有学校内底的老师，就利用下课的时间，教一寡爱看放假的囡仔，做伙来研究讲安那画放假，学生囡仔是学甲有够痛。摕粉笔伫咧黑板画出放假内底的角色，大概学生囡仔大家是拢真专心，对老师的脚步伫咧学画。这是北港北新国小的放假社团，上课的老师毋是别人，就是学校内底兴画放假的人。他们可以从模仿之中，然后变成说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角色。这个如果是可以画插图，我觉得可以画插图的小孩子是蛮幸福的。他们可以从生活中呢，可以把他们的心情用一些图把它画出来。老师把时间和学生斗阵研究放假，带因熟悉放假的历史，也和因斗阵交流。学生认真模仿，一笔一笔把角色的表情掌握得真好。非常开心，可以跟同学一起画画，画了动画里面的人物。特别喜欢什么？东京喰种，不同的肢体动作，或者是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每次都会就是准备很多图这样子去准备。学校老师斗带社团，互囡仔毋免开钱去上在家课，也会使伫咧学校和老师甲朋友斗阵画放假，互校园的生活更加丰富精彩。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大家树草这咸草产量真大，而且品质真好，香港是树草的故乡。大家遐有一个编织树的高人郑满足老师，甲答伊已经甲这项技艺传予100外的土地，望讲这项技艺会当一直传落去。
甲笑草一条啊一条高杆来来回回编出一面，笑草伫咧地满足老师的手中，袂输咧跳舞共款，一下啊就变做是时行的木啊，幼路的地啊，就连平常时食会到的土豆，路边看会到的影影，拢是伊创作的题材。我那个龙眼是在我们隔壁机车行，它有种一棵，然后我就从那边经过，这个龙眼也可以做哦。台中大家的笑草名声是淌四海，因为永春才是笑草的重要产地，所以也有人叫伊大家草。伊真润，也阁真有春秋，拍打了后，阁有特别的清芳，唔但会使吸湿气、除草，阁会使散热，唔惊拍。用愈久，笑草的质感是愈好。因为这个令草是阮大家三宝之一，所以我就认真啊学咧哦，来教别人，一直传承下去。永摆伫迄个家庭大工拼经济的年代，真侪妇女拢靠边笑草斗趁钱。地满足老师即阵已经收超过100个学生，伊要继续甲这项国宝级的传统技艺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通灵少女电视剧的故事原型，嘛是咱台湾头一个查某的野球裁判刘碧君。今年伊摕到国际奥会女性甲运动奖。伊讲较早接受裁判训练的时，捌拄过真侪无公平的对待，好佳在又坚持落来，才有今仔日。伊嘛真感谢一路真侪贵人斗相共。家己保州的后壁判好判球，计40足，正着归属的裁判好句，伊是台湾第一位女裁判刘碧君。想到当初报名棒球裁判讲习的时阵，有先摆个抗体，伊才体会到棒球场顶两性的无平等。当初去报名的时候，确实就是会遇到一些男性的那些质疑，就是说，那个没有女生在玩这个运动啊，然后你要不要去当记录啊等等。那我是觉得说我想试试看，所以那个时候是还蛮坚持的，就有坚持下来。想要做裁判就要先实习，不过刘碧君拢无机会。一般人只要一个月，伊是开了1年，也阁因为是女性，互人呛声。我记得在有一次雅思大赛的时候，我担任翻译，然后我就在裁判室里面一样被斥喝说：“你女的，你不要摸球。”对，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因为我说我是国家 A 级裁判，然后我到美国职业裁判学校拿到证书了。性别的平权议题其实都是不管是世界上还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觉得可能就是透过现在整个社会的力量吧，因为真正听国际裁判讲一些前辈真的是。好佳在这一路行来，除了伊家己的坚持，也阁真侪贵人斗相共，先去澳洲做全国女子棒球赛裁判，也阁得到赞助，去美国大联盟指定的2间职业棒球裁判学校受训，得到证照。2010年骑上世界杯舞台，成做台湾第一位国际棒状女裁判。今年亚锦赛以后上场执法。那其实真的很激动，就是很想要说，你给我们机会，其实女性也是有这个执法的这个能力。那我们再看很多国际赛事，像日本啊、韩国、委内瑞拉也都有很多女性的棒球裁判。其实真的给我们机会，我们有能力，然后我们会学习跟成长。去年刘碧君到美国的佛罗里达为2年1届的女子世界杯做裁判，伫咧赛前无顺利拔断倒冰的手骨，也是坚持要上场。所以我那时候13天的赛事，我就是用绷带绑紧着，然后就这样上场，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然后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好好表现，所以是有点疯狂啊。因为爱棒球，想要和辛苦练球的球员有一场公平的比赛，刘碧君行上棒球裁判这条路，这么伊积极伫咧推广女子棒球，希望台湾的国球也有另外一半的人口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历史，袂少人一定会感觉讲有淡薄远，有淡薄严肃。毋过，伫咱台湾即摆有一个专门写历史的网站，用真活泼的方式讲有头有尾的故事，互历史即摆读起来真深刻。下暗9点，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单元，新台湾，咱要邀请即个网站的创办人涂宏允来小解伊安那甲历史加入咱的生活。涂宏允本科就是读历史，因为介意写作，一开始伫网络分享文章，想袂到竟然引起热烈的讨论。我迄阵完全无想创业，还是拢要趁钱还是安怎，就是想讲一个兴趣安尼，还是差不多做1年外，就想讲其实嘛真忝，想讲要
怎么样永续经营下去？那开始想讲啊，马西要想一块办法来讲那要有一些专门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开始找合作的对象，邀请大家做伙来写文章。现在网络的社群经理和玉红，所以起初甲杜丰文有接触，是因为伫网络分享少人知影的知识。迄当阵写的认知是差不多嘛，真侪是甲历史有关系，但是嘛有真侪是甲台湾历史有关系的认知是啊，所以嘛真侪人感觉真趣味，所以甲故事又讲嘟嘟好有相关，所以就这样子到这里面来写冷知识。大家为着共同的目标努力，用轻松的方式讲故事给大家听。平台所推出的内容，唔但补充台湾各世代无读过历史，嘛互历史充满趣味。记者杨淑成、林凤明采访报道。世界真心色，咱来听囡仔歌。囡仔歌听久，就一直对咧唱，袂输会洗脑共款。即马伫咧韩国，就有5个公司专门伫咧做囡仔歌，要来趁钱。顶一首因的囡仔歌主角是沙鱼，后一首因的囡仔歌主角是恐龙。这首3年前出现伫 YouTube 影音平台的幼儿歌曲，轻快旋律、简单的歌词，伫全球引起了沙鱼爆爆事件。黎巴嫩的街路反政府示威，抗议民众为了要安踏，经过游行队伍汽车内的小宝贝，就对着伊大声唱“沙鱼宝宝”，成了土人在温馨的场面。另外，之前头一摆摕到美国职棒世界大赛冠军的华盛顿国民队替补外野手帕拉，受到厝内3个囡仔影响，6月比赛时阵将囡仔上爱歌曲选来作为伊的出场曲。谁人知影，洗脑新曲一出，国民队的运气竟然也得咧转过来。规个赛季，沙鱼头套、沙鱼衫，也有沙鱼带动唱，是国民队球迷上显摆的标记。这首韩国教育娱乐公司 Smart Study 制作的囡仔歌，到即马伫 YouTube 的点击量达到3億9,000万次，是관화次数第5大的视频。 그 이외에 이제 회사가 스튜디오가 한 번의 히트만 원히트 원더만 하면 안 되잖아요. 그래서 소포머 신드롬에 걸리면 안 되니까. 그래서 저희도 계속 2번째, 3번째, 그러니까 비욘드 더 샤크를 찾아야 되는 거죠. BTS를 찾아야 되는 거죠. 韩国的经济规模是亚洲第4，虽然出生率甲台湾同款，全球排名吊车尾，不过儿童产业的实力却是变叫。2017年达到40条韩票，甲2002年比起了5倍较侪。Smart Study 表示，继续沙鱼宝宝了后，另外一个角色已经决定好啊，是恐龙。 하고 공룡을 좋아하는 아이들은 분명히 세상에 존재하는데 그게 그냥 공룡 이름을 외우지 앞에 브랜드가 들어가 있지 않잖아요. 그런 사례는 별로 많지 않은 것 같거든요. 되게 아직도 발굴할 수 있는 영역이라고 생각이 들어서 공룡을 개인적으로는 하고 싶은데 뭐. Smart Study 今年的销售业绩超过600亿韩票，相当16亿新台票，甲5年前比，成长幅度有8倍较侪。幕下第2大持股股东三星集团旗下出版公司股票也得咧受益。今年以来起伏达到60%，大半拢比美国。记者综合报道。伫美国出世的鸟形贝贝，这个月19，伊要坐飞机登去中国，互真侪美国人真唔甘。这是鸟形贝贝伫美国的最后一段日子。 本来住伫咧华盛顿国家公园，怎么就要坐联邦快递波音777专机登去中国？伊伫美国的fans真唔甘。 We love Bebe. We discovered him when he was about 6 months old through the Panda Cam, and since then we've been coming fairly regularly to see him. And just wanted to come for our last opportunity before he goes to China. I'm sad that we don't get to see him anymore, but I'm happy he's going back to his homeland. I'm sure he'll be happy to see some other pandas as well. 贝贝这个名号做中文宝贝意思。伫2015年8月2日，伫咧华府透过人工受精顺利出世。根据中国甲华盛顿国家公园签的协议，贝贝甲其的哥哥姐姐同款，就要伫咧满4岁这年送登去中国四川成都家己繁殖计划。 Probably be taking 15 or 20 kilos of bamboo with him at least. He'll also get apples, sweet potato, carrots. We'll probably take some sugar cane. There might be honey, biscuits, all the things that he kind of likes throughout the day. Here, we're going to take with him so that on that 16-hour flight, we can provide him with everything that he needs.
美中鸟禽外交上早是1970年，迄当阵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历史性的访问北京。迄当阵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送一对鸟禽予伊，从此就建立中国借鸟禽到美国，也个其他国家的传统。这款鸟禽若长大人了后，就会送到去中国参加保育计划。高水的鸟禽是濒临危险的保育动物，全世界野生的鸟禽数量估计只敢剩1800只，人工饲的是500只。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希望美乡会能够有第四体，为伯伯国再添一位弟弟或者是妹妹。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到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